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晚安。每周三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将你我的时间分别出来，上帝要透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期待我们在今天预备好你的心，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位神，这位上帝，但愿你的心能够在安静的里面，能够听见，甚至能够明白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宝贵智慧。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用一首歌，用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用祷告的心来向神求，神必定要将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愿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用祷告来领受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而活，经历那永恒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在我们马太福音书第21章第33节到46节，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曾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节就读到这边。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这段故事，也是在耶稣再一次面对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
重新的在他们面前要对他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上帝爱我们这个环境，他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比喻作为一个葡萄园。在我们今天看到一开始在一个葡萄园有一个家主，这个家主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而周围圈上了很多的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里去了。其实光这一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影射跟含义。耶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其实不断的在教导他们，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生命应该要有的意义跟价值。因为他们的观点一直都在期待抓到耶稣讲话的漏洞跟把柄，然后来将他治罪。所以耶稣在比喻当中也不外乎要教导他们一个真正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他来的目的要为了什么？所以耶稣做这一个比喻，他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家主也就是比喻他的父神，那一位上帝，他栽了一个葡萄园，而这个葡萄园也就是影射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国，周围圈上了篱笆。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如果有篱笆，代表安全嘛，因为这个篱笆可以保护一些里面的葡萄不受这些恶人或坏人把这些葡萄摘去或抢夺去。那里面呢还有压酒池，他们古时候这个制作葡萄的把这个生产来的葡萄透过一个房子，就是最上面有这个压酒池的地方，盖一座楼，然后上面可以观看葡萄园好的状况，然后呢这个下面有一个在做这个压酒池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房子它也就影射了在整个这个葡萄园以色列帝国里面，那有保护的，甚至它有生产能力的，甚至呢它可以随时去观看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的任何的状况。所以呢他这个故事里面，他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那这个园户呢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管理者那这个管理者后面他在34节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他打发仆人，这个仆人影射是谁？譬如说先知啦，或者是说像牧师啦，现在的教会透过牧师来对现在的很多的信徒来教导什么是上帝的心意，而且要去收果子。为什么要收果子？收果子的意思也在影射一个很重要，叫做福音的果子。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甚至在年轻，在过去你可能是一位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可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结果实？有没有让有一天当神透过他的仆人，不管是哪一位牧师或者是你的家人，他就像仆人一样来检收你的身上是否能够像结果实的时候，那就像是这个比喻，耶稣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然后园户呢，他竟然没有，他怎么样？他竟然没有交付这些果子，甚至还怎样？还把这个家主所派来的仆人，还把他一个一个把他给杀了。甚至后来呢，家主还派他的儿子，心里想说他们一定会，这些园户我租给这些园户，他们应该会尊重我的儿子吧。结果不其然，竟然他甚至遇到的并不是这样，而是这些园户竟然看见他儿子，还认为说哇，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要来杀了他，来将他所有的这些产业占为己有，甚至将他在葡萄园外把他给杀了。所以呢，这个园主来的时候呢，你们觉得他要怎么样处置这些园户呢？耶稣做这个比喻来对这些法利赛人说41节，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是这些这个法利赛人跟祭司长，甚至之前我们谈到的这个民间的长老，
他们就说：哇，要下毒手灭掉这些恶人啊！将这个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可以按照时间来结果子的园户。哇，他们讲的还津津有味，讲得非常头头是道。可是呢，耶稣就说了，耶稣就回答，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这里写到匠人，这个匠人是谁？他们原先是可以修这些石头的，他们是可以怎么样好好去把他们该做的事情做好的这些匠人，也就是所谓的园户，也是园户的意思，就之前我们看的这个故事所代表的园户。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这些匠人他们认为，哇，这个石头已经不能用了，就如同比喻耶稣就是这个所弃的石头。所以耶稣在暗示比喻，你们把我这个石头，不应该做的石头，不好做的石头，甚至呢它竟然可以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其实这段话是记载在诗篇里面的一句话，也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记载在诗篇118篇第22节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其实这段故事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理解。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国在我们当中，上帝国度不是我们一直跟神求，神就会让我们看见，哇，这个黄金所有建筑什么都是黄金的，还是如何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天堂的景象。不是，上帝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上帝国就在我们当中。耶稣说，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时常在思考，在我们身为基督徒，或者是身为一个爱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否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本分的工作，学习家主所交付给我们的，把这个葡萄园好好的管理好，甚至让它有生产的能力，是能够按时结果子，能够交付工作的，能够交代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很难交代，很难对我们的家人交代，很难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交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对我们的儿女交代。我们做每一个角色，上帝都期待我们不要做一个凶恶的园户，而要做一个为主做工的人，能够付得上代价，能够为别人付上更多的代价，祝福更多的人。耶稣他说，谁掉在这石头上，这个石头也就是房角头的那一块头块石头，房角那个很重要的，谁掉在石头上必要跌碎。谁？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他们之前说，哇，这些恶人应该他们不能结果子那我们就另外这个家主另外再租给另外的人。他们很会说，可是呢，他们却成为什么呀？要治死耶稣的那些人。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意思就是说，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心中有很多认为不公平，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上帝啊，你为何让我经历到生活这些苦难？各位弟兄姐妹，神期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能够学习不断的突破，学习不断的去修剪跟调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平安的，是有喜乐的，是有盼望的。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这个故事里面的最后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耶稣的比喻，就看出这个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抓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耶稣为先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跟耶稣对话，当我们到主的面前，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会祷告。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跟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跟这些民间的长老一样，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放下，将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交给那位神。愿主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透过这个故事，聆听到上帝要对我们说，让我们的生命学习不仅是听见，而且是真正的心里面能够看见，把它当一回事。我相信这会在你生命当中带来更多奇妙的变化跟祝福，因为上帝爱我们。也愿我们一起学习，如诗篇第1篇2到3节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愿神的话语就如同这一段话所说的，让我们能够时常透过上帝的话语，遵守神的诫命跟律法。有很多生命的功课教导我们，每天你花一点点时间去思想，然后内化检视自己如何在生命的变化里面要如何来做调整的工作。这段圣经节说到，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时常有如同那个溪水旁不断的水源的补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按时候结果子。生命的祝福不是靠自己，而是要靠那位赏赐生命来源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圣经说的，叶子不枯干，而且按时候结果子，而且连你所做的尽都顺利。祝福各位，在每一个晚上，我们一同来聆听神的话，来聆听神的道，让我们的生命得蒙那最美好的祝福。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来作为对上帝的回应，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周三、礼拜三的晚上8点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做做困目重担，我袂堪得你的疼。祝你听我做宝贝，不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祝你的疼，透望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定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的疼。怎搁行遐？做做困目重担，我袂堪得你的疼。祝你听我做宝贝，不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啥物
当行线，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靠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全部啥物会当听线，你的听，你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全部啥物会当听线，主你的听。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